我睇下你有咩把炮，信唔信我喐你啊？どうぞ、オラは人気者。我唔發火，你當我病貓，真係堅抽啊！巴士閉，懶巴閉，巴閉閉。你嚇鬼啊！中國文化常識題：江湖郎中嘅郎中啊，係指邊一種行業呢？你係殺案嘅，錯，係醫生。真係鑊鑊新鮮鑊鑊甘啊！我唔發火，你當我叉包。你嚇吊靴鬼啊！你嚇攝青鬼啊！你嚇孤寒鬼啊！你嚇麻煩鬼啊！你嚇無聊鬼啊！你嚇開心鬼啊！你嚇油炸鬼啊！再見。